放眼望去，成派金黄色，乍看很像染坊。但棋盘格里出产的不是布，都是可以吃下肚的豆皮。法鼓山啦、佛光山啦，或者是慈济啦，法师几乎都是吃我们家。新鲜豆浆呼噜噜的灌进铁架里，80度高温，等表面凝结那一层薄膜就是豆皮。竹棒以秒计时的速度迅速捞起，上架降温定型。我们的东西就像你看到的，我们全部都要人工，全部都要手工。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很多人，因为他要时间等待，对不对？突然的空档是酝酿，15分钟一回合，冷却的豆皮透光像绸缎般柔和掉黄豆香气。所以说我们的消费者都是，我们都可以说他只要吃到我们的豆包，大概都不会跑掉。然后我们是希望把这个市场不是一直局限在一定要吃素的人。眼前这包泥状物看不出玄机，利亚会说是新研发的豆包浆，豆皮卷叠成豆包之后再打成浆，反复工序让美味有更多变化。像这一道是豆泥加上一些像蔬菜啦，我去把它搅拌，那我直接稍微煎一下炸一下，就是以小包装，我们是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很方便，1餐2餐。就是你想要替代一下的时候，也是可以像买豆腐一样那么的方便。还有豆砖包，像豆腐但没有凝固剂，主打健康诉求，还有料理的方便性，想怎么吃都可以。你们是吗？欧伊斯嘛，他们的6堆这边的说法，那4线我们说欧伊斯嘛给，就你要吃什么，泸州的都可以。寻常小物在细微处用心，希望打入每个家庭。和哥哥一起接棒的林雅慧，想法很单纯，企图心很强烈。欧伊斯嘛给泸州的，欧伊斯嘛给泸州的。